各位嗱，我身後呢一間奶巴樂哥甄選咧，我哋開咗4個幾月，但係而家要俾人拆招牌啦，以後再都唔會有奶巴樂哥甄選啦。咁乜嘢人拆我哋嘅招牌咧？咪就係我自己咯。各位，因為我哋要改名啊！相信大家仲記得啊，樂哥喺廣州國際醫藥港入邊咧開第一間啦，同埋包括我身後嘅第2間奶巴樂哥甄選店嘅嗰個情景嘅，真係好感恩大家，令到我擁有咗100萬嘅粉絲，同埋超過70萬人跟住我哋去買啲靚嘅湯料啊，包括分享湯方。馬上我哋喺醫藥港嘅第3間鋪咧要開業啦，你睇下，連醒獅啊我哋都準備好晒啦嚇。今次咧我哋決定品牌升級。亦都會將以前嗰種倉儲式嘅鋪頭咧，改變成為而家嘅呢一種更加接近尊貴嘅，俾人好舒服嘅購買體驗嘅地方。希望繼續得到大家嘅支持啦。至於我哋嘅鋪頭叫咩名呢？賣個關子先，點一點預約講俾你聽。總之品質會比以前好，着數會比以前多，個名仲會比以前好聽㗎。入嚟睇睇。